大家好，我是安维玲。我在《明天一起去乐园》里面这部戏里面呢，饰演的是郭丽文。然后她是一位带着2个小孩子的年轻妈妈。那为什么要特别说年轻妈妈呢？因为一般来说，只要我跟大家说，我现在在演一个妈妈，有2个孩子，他们说啊，你的年纪、你的外表可以演两个孩子的妈妈吗？但是这是刚好是这部戏里面设定丽文，她就是一位可能比较早进入婚姻的一个被迫要从女孩一直到变成一个妈妈的一个年轻的角色。那场戏是小女儿就是丁玲，她就拿了一个哥哥最喜欢的玩具，那个玩具是她爸爸送给她的。她可能小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父爱，然后妈妈就是我也一直在忙工作，没有真的给她很多的关怀。然后当他爸爸送给他一些很小，就是真的不太起眼的小公仔的时候，他把它当成宝贝。那我一回到家，看到那些宝贝都已经4分5裂的放在桌子上。你在找什么啊？妈妈，哥哥的衣服都不见了。你觉得那场戏我还蛮印象深刻，就是我觉得那时候丽文就是突然意识到自己真的做了多大的错误，是他一直以为他做的事情是对小孩子好的，他只要赚钱，他只要有喂他们吃饭，然后让他们穿漂漂亮亮的。他可能本来没有想那么多，他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他能力所及只能这样。然后他没想到，其实小孩子需要的是更多的东西。那我在看到本来只是怎么又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当丁玲就是我女儿，她在旁边跟我说：“妈妈，你不要哭，那个哥哥送我这个东西，那我把它送给你。”妈妈，丁玲不去玩，丁玲陪你，你不要哭。那不然这个给你。哥哥说他不要了，他把这一个送给我，我送给妈妈。但是当我一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马上就崩溃，就是突然我觉得那是一个转折，就突然意识到自己多么的对不起小孩子。我觉得做大人、做母亲真的好难，做父母亲真的太难了。对不起。明天一起去乐园呢？这部戏就是发生在你我身上的事情，我们社会、我们周遭、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甚而到我们的孩子的故事。所以你还记得小时候你多依赖爸爸妈妈吗？你还记得你爸爸妈妈他们有多爱你吗？请收看《明天一起去乐园》，明天一起去乐园。